我还有竹笋汤，还有竹笋汤，还有发菜。因为来盘烧可以吗？哎，小朋友先去装饭。好。光轩哥，你有先让人家处理啊，电广头。今天这个节目是自然而然往下走吗？当然，台湾独头一次都没那个联动。光是那一句，那方哥有做过吧？应该提一班。还是我们请妹妹阿婆来做主。主食天数嘛。阿婆煮的给就挺好吃。有一天就在跟那个原住民朋友们讨论，说厉害赶紧啦，就会嘎给全米酒。他说我们都是加高粱的呢，全高粱，好想喝看看。我也都不卡中下做怪事，我可能那中邪我，中下做怪事还叫。Hello， 各位天视机前面嘅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家之主，我係民族。東北跳。今日來到亞達 V 哦，都好呢，天時有轉變嘅，來到秋天嘅，來到三藩嘅點超強亞達 V 嘅哦。阿兄啊，吼，可能三藩所有嘅鄉親應該都有來參加過你節目比賽吧？當然啊，三藩最有名就係阿謝林啊。哦。不過同我根本已嘅來賓哦，哎呦，個組合當厲害哦。對，哎呀，今日算起我嘅老朋友，佢地點上度過嘅頭家老員工嘅關係。哎呦！不過今日呢，你等於香港半間公司包辦呢。所以非常期待根本要到底馬上會章咯。冇錯，馬上就訪問到今日嘅評審先生，之前來訪問到嘅係錢玉鳳、阿切師傅。大家好，我係鳳嘅，大家好。大家嚟歡迎一下盧準斌盧師傅。大家好，阿斌哥。好，接下來呢，馬上來訪問到我嘅馮翠，其實係頭家呢一片哦。訪問到嘅係光軒哥老米發子，歡迎。歡迎。記亮啥？大家好。嘿，媽媽老賴耶。媽媽呀。出來吧，大家真阿姐吧。真的，好，等下過來講。好，我係頭家嘅部分吼，你係訪問到係人工嘅部分，中場訪問阿婆老孫強下，風流妹妹老翁玉家，中場訪問。哇，阿婆咩懂後生哎？嘿咯，真勁阿婆嗎？你好，嘿啊，阿婆，你還那個做露肩的這個設計哈，把它拉一下，好，剛才有講到，其實呢，貢獻過係你美麗啦，是不是上網嘅一個2年啦？2年好。對啊，2年有按摩還有機會來做菜比賽，可是我跟大家說，我跟他是連友很久了，他真的很會做菜。哦，你媽媽太年輕了吧？媽媽因為被抱擁哎。頭髮一頭變水質較好一樣誒，可能係吧。苗栗出美女啊！冇上班就心情啊好。哦，係啦，心情的調養啦嚇。退休幾樣嘢。將來都上班聽到，係，而家冇辦。好，請問一下，都亞嘅風吹，人家就推俾頭髮嘛，哈。頭髮一頭變有少見嘛，個好講好靚嘅冇咧。頭髮吼，後髮型嘅片吼，當多年中茶。可能大家唔知啊，你頭髮吼，頭髮絲亞片吼，廿幾年咧，差唔多20年來吼，東方名人茶吼，打敗嘅全國嘅比賽吼，差唔多20年來打敗咗係你頭髮絲打第1名。係講吼，大家平常時候喺有閒嘅時候，咩歡迎大家做得來到啊你頭髮呢嘅茶園吼，興隆里亞片當到茶園，有當到嘅親子 DIY 嘅手作課程，有當到嘅好教嘅好料嘅地方做得記錄。Q 到他觀光這一塊，你就講唔會說嘞。但他呢有沒有一種議員模式上升了？另一個講吼，為什麼呢？因為佢就懂菜體嘅發展。係啊，不過我今日上嘅來賓嘅師姐有個問題，我就覺得當時我問下玉家。即到底係我頭家吼，簽意來也係你簽幾來啊？簽嗌。哇！我今日讓阿婆強下來哈，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3灣兩片哦，就買好高的手菜嗎？這幾年3灣這附近就是有一個觀光景點，那個落羽松。哦。對，而且是免費的。對對對，哇！聽到免費，我的眼睛直接打開。對啊，很多網美都來這邊拍照。像它真正變紅的話，大概是11月到1月這中間。冬季的時候啦。對，冬天的時候。
那跟刚才讲的落羽松秘境，台堤黑洞台山线哪一篇啊？就在连坐宫的附近这里而已。哦，所以等一下下半日还有走在一起聊。现在还没11月，现在是绿绿的，现在绿绿的，现在是青绿色、翠绿色。所以我等去变风的时间，会等到冷天的时间。今天的比赛热天会加油，总得冰水哦，吼。唔会。好，两组都叫我拼起来的。第一关，你来挑战的就是料理风绿灯。料理风绿灯，两嘴会用现改嘅方式接近主要食材，3点半身指定爱做嘅料理。第二之前，唔啲會知道乜嘅食材嘅情形之下，兩嘴會因為條件中稍變到手腳來唔參謀。含入兩嘴冇超多嘅食材，未為咗煮出來做示範，到底會變出乜嘅上多嘅料理呢？最挑戰、最神奇嘅比賽，臨時是開始了。第二关料理风绿灯啊吼，各位参赛者有看过节目吧？有。这里面有可能有懂电影样的东西又上的看起来就根本有良心无安的。好，现在公布一下给你猜谁嘛？好，猪油渣炒味噌，猪油泡炒米椒。哎呦，哎，这个真的有点难了，是都在焖猪油泡呀，还焖米椒？有俩头菜吗？真的有这个？有了，真经有了。嗯，好来，我排出要跟。哇，还是你跟阿婆猜就好了。没做对了，走的。那你可以过去，过去。好，准备好了。那要侧过来哦，侧过来。好，给我们一个镜头啊。剪刀石头布。谁赢？谁赢？光轩哥赢。光轩哥不错排谁嘛？养阿婆。有得会排谁？蒙用阿婆好诶。真的吗？嗯。站起来了。什么？啊。等一下啊。你要哪一扎？你要哪扎？用讲啊，用讲。好，我想更好的。好，好。1、3，打回来。打回来。哦。你牛快点，好厉害！哎呀，你选择你牛快点，我选呀，哇，你本来有想要选黄灯吗？幸运星呢？还本来都想要粉色的。哦，真的。阿婆，你按有看得到底度黑吗？看不到。哪次我看看到懂真呢？可能有批到。有批到。有批到。那就会把下拉后的东西用。好，然后帮光轩哥。好，都打开了。好，1、2、3。哎，这也很不错啊！但你婆婆啊，各位她就会吸附那个这样，你的助理大哥怎么笑得最大声？怎么回事？不过，很有一种食材冇半斤手到，到底係乜嘅咧？好，来看一下另外一个魔王食材。1、2、3。干嘛嘅？注毒。猪肚啊，小肚，猪肚。来，一般人係講豬小肚嘛，它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豬膀胱啊。哎呦，那猪小肚跟猪膀胱不是2个不同位置吗？一样来。膀胱，這有梅頭嗎？喺皮款。豬尿香，豬尿香啊！全对啦。阿婆喝比較少水哦。好了，那看起來地獄食材是這個。這個你自己吃就好了。點解都會應該手到了一碗？看光軒哥笑得多開心。我們要交換嗎？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好，馬上就有金行踢館嘅挑戰。觀眾朋友看到也到位呢，年代係豬油泡哦，來炒米椒，2組，一組粗豆煮食材，另外一組風吹炒粗豆嘅係一個厚片吐司啊哈。先來問一下風吹，有信心嗎？有。咱隨聊天後句題冇問題，不過喊 SOP 我要走一下。今晡日比賽有信心嗎？有。加油加油！加油咯！2組都已經準備好勢，你應該也準備好了啊。好。現場馬上倒數，3、2、1，搶開始！阿婆做得開始咯。哇，我們比較擔心你。係啊。豬小肚佢本身的主題咧係。為什麼不能夠叫它直接叫豬膀胱？
卡，对啊，含好糖啊。有猪大肚吗？猪大肚底里啊。你的视线有点歧视哦，我还没问完，你就这样看我。是啤酒肚。后片吐司处理嘅放血哦，等一下做得到呢度提點一下。覺得後片吐司還蠻 OK 的。簡單啊，其實對啊，其實幾簡單。韓國應該係講，呢就本身有煮出來的習慣啊。對啊。跟我們想的一樣嘛。我在想一件事情，要不要先切再煎？先煎再切。好，光軒哥跟素妮係老年學嘅係冇？老阿婆學嘅啦。哦。我講用下會煮。哦。我教過伊物嘅都唔曉得。不說你本身係唔係客家人？我唔係。客家新票。我河洛人。哇！不說媽媽今日係漢仔，做得讓窮下嗎？係啊。係啊。借着上節目才能跟你在一起哦。真嘅呢，謝謝你們。我覺得也許可以切開來之後，都剪一下。好，你都要片個建種啊。好，那我們先打開一下，等一下我都震了。OK，好。小夢，好。阿婆，對，哇，煎豬油啊。阿婆，你豬油泡按太低哦。係啊。但是可能切下太挑，你等下佢會變細。有剪它會變細。所以有時候呢，婆哥甜不辣咁樣。阿婆，糖果你都菜市場啲都賣，早料賣嗰個長錯嘅個魚癌針、魚翅嘅魚卵個青豆。真嘅哦。腰酸背痛。玉家很孝順啊。很孝順。就是今天帶阿婆來。很乖，哎呀，因為平常去走，你這樣處理已經都冇慳，都冇慳哦。也是想說透過節目跟阿婆多多相處，就是他也可以順便休假一下。也是。有結婚嗎？玉家？沒有。玉家幾年次啊？83。哎呀，哎，我發現你們苗栗的人真的都有一個顏值水準之上。有吧？嘿喏。看來我要搬到這裡來了。那不是搬不搬的問題。阿婆，我問一下嚴峻的問題啊，而家差唔多會鋪幾球啊？要。係啊，我鋪好久以後，節目是結束的，會嗎？我剪落去拆啦。啊，剛才咱講吼，兩罐吼就出事天上來拍不行，因為他就是他們的廚師了。要反而要叫老師。對啊。對啊。我用啊，需要我提早講哦。好，好唔好？冇咁明白，好。阿婆想一下吧，你看一下吐司邊，我幫你。好，來。哇！你是用手拔的手撕吐司。對啊。哎，這個蠻有創意的。光軒哥，你有先讓人家處理啊，建公頭。今天這個節目是自然而然往下走嗎？當然，從安獨推是都冇拉比聯絡。光是那一句。你當成投票日嗎？請選擇。哦，就是你了。為什麼呢？先讓你練習一下，因為你說要豬膀胱嘛。哇！你是用手拔的手撕吐司。對啊。哎，這個蠻有創意的。你要用儲時天數奶嗎？要嗎？如果要的話就帶給他們。勾剪一下。他說勾剪一下，該有得到。那時候有人 call out 進來說要再剪。你讓他動，不要動。有喝過玉米濃湯嗎？有了哈。OK。哦，你這個提示太明顯哦，美華姐迫不及待了。對啊。陪你們聊天，沒錯。我才不要跟你聊天呢，我浪費死。慢慢來哈，等一下唔怕啦。這還有要等很久嗎？對啊，要一段時間。對啊，我也是覺得交易。莫斯人還是問一下光軒哥好了，就是你上這個節目，你已經聽過一種 T 台，你希望透過這個節目贏得獎金啊？他現在要選舉哎，假使你讓累積以後，就是你的選民服務就多一項了呢。就是你的壓力會不會很大？就是什麼重大節慶就要負責煮社區關懷據點有時候他們在煮這些東西他們忙不來的時候，我都會去廚房幫。真假的？他就很快樂，要幫大家服務這樣子。你們期待他是有點又叉叉那喲？哇！這邊有傷哎。阿比動態，他們那邊還存東豆豬油呢。東豆豬油啊！光軒哥，你有先讓人家處理啊，就是玉家獻公頭。就是今天這個節目是照
自然而然往下走吗？当然，还是因为预设压力？吃年猪后，抽完独推四猪冇哪里联络。光是那一句要回避是不是？你当成投票日吗？10点之后。对，就不再讨论这些东西。但是系自然就好，俩几位哈，就不瑜伽阿比动态呢，自然就好哦。他很年轻哎，哎，你这个不能够跟我跟猪油泡比耶，猪油泡它本身就会变脆脆。我们这个是走养生路线，因为有阿婆。哦，是不是有人放烟火？有人在庆祝。他的选民知道他要来这里，所以等一下会有列队欢迎哦。美华姐大概30年前就准备好那张牌子。哎，等等，我还可以先试一先做哎。我们先把双腿不用拧的，有吗？哦，先不要动。点标一下。说停就停。停。好，停。双腿在这位都，在这位还比较下哈。可能去炒的时间会一塌二哦。好了啦，差不多可以厨师帮我了啦。用3个强下讲哦，通关密语。厨师天助爱，请选择。请选择。好，就是你了。为什么呢？先让你练习一下，因为你出到猪膀胱嘛。我先练习一下说怎么。先看一下，你先看一下。好，不应3秒钟，3、2、1，仪式开始。向顾向下变哈。好。比例先好去讲。差不多抓油啊，1比1的，抓1抓随时1是安尼所以，给它微又该味真的好嘞哈。而且蜜中我那都木头哦。嘿，啊，抓水母变熟嘞，放去炒香掉，放去的香气出来的时间让变抓落去，加水落去煮是做对嘞。哦，啊，抓一半油啊，等下未好的时间让加熟嘞。3、2、1，好，照对，好，就很清楚嘞哈。等下蜜中那都把木头啊，他们2个很厉害啊。哦，应该冇问题哦，我讲一块咱出的哦。加油加油！好，哇，哎，两片番茄唔是少呢。OK，加下係叫加水啊，係加酒。猪油泡呢？水哈。对吗？加水葱头让我秀。师傅，等下唔好讲吼主角太少哦，因为等下剩下来猪油叫我大转移用的。哦，系哦。猪油泡不用嘞吗？不用嘞啊。弄，跳什么动动呢？因为叫我缩水啊。系啊，叫我煎不熟啊。不会，好。好嘞嘛，像炒的时候嘞啊。 4个味道要不要？我还有竹笋汤，还有还有竹笋汤，还有番菜，还有鹅肉。根本来盘粥系吗？有煮盘吗？有煮盘吗？那你第一道要先上花好月圆呢。第一道先上这一道菜吗？关掉。小朋友先去装饭。好啊，那我们去倒数喽。煮盘了哈，哎，煮盘啊。 天场马上倒数，10、9、8、7、6、5、4、3、2、1，时间到，马上就有吃困难踢馆地图，那部凯米西卡站的哦。好，用木香嘅主食材来炒鸭嘅蜜酱，先吃看哪里风吹哦，小胖吐司来做哎，来吃看哪。哎，其实外观看起来像鸡肉哎，好吃，哎，我觉得非常好吃哎，有点像法式吐司，而且因为它的毛细孔很多，所以它吸进去的酱汁很够，它的湿润感就真的很像法式吐司，咸的。不是菜。 他肚子饿了，阿婆跟我们说，莫全部血推喽，因为还有蓝队的哦，有一点胃口。挑战应该算是成功吧？对，有成功啦。我的妈妈家有上到，做到个干煎，香油系啊，有鸡鸡的，好吃。肚子饿了，随便都好吃。破片吐司哦，上海家常的，就是家必备的一个东西啦。对，早餐没做的用吐司，冇用到两下醃菜没做的用。 哎呀，爱什么的啊，俺们这样煮，当香到些猪油炸火烧，也有一点点辣辣的味道，好吃。你刚刚讲之前有深吸一口气吗？正常呼吸。好，等下就来帮你学一下阿婆浪牛加强下做了猪油泡炒米酱。古时代的味道呢？哎呀，冻香呢？哎呀，古时代。 嘅阿婆哦，泡喺煮油泡呢，有泡到诶，有时候冻香，有绝对要用米酱的米汤，
然后是蹦就今后啦。油炖皮嘛，很有那个口感。对，然后调味我觉得也很不错，东干米啊。对，那以后午餐就给他们煮。这个老板说不用跑行程了，只要顾厨房就可以了。哇，店都会哈哈甜哦。真正要感谢一下阿婆呢，因为。哎，从小到台北台，我是个按正统的这种猪油头。台湾人全部爱用做。哇，其实我不太敢吃那个猪皮，可是刚刚这样子炸过之后，很好吃，脆脆的，对，很香。全部出来是猪油啊，它那个油味是走开的。哎，啊，刚下泼出来个油流起来吗？等一下给你带回去。家里有啊。他是猪油富翁啦哈。好，所以2片全部是推荐以后哈，等一下就要玩一下师傅的款体的给评分喽。紧张的时间到了，师傅唔啲上好些嘛哈，现在向起师傅抢分数。好，下半阿并购全部分数。哇！吓到我了，起师傅抢公平。好，我本该难对哦，其实动简单，佢该味真有5咸一点的，用咸的啊。咸一点吃来讲，佢该洋葱那个香菇的香味抹炒出来，啊，佢该猪油炸油啊，土豆冻好冻煮哦，是正常用的哦。啊，我本该红对，其实这道料理其實凍難的地方係講佢嘅吐司凍難處理，咁個佢嘅梅頭味噌嘅梅頭調理到凍好，嘟好，跟梅頭是嘟好。好，你下邊阿邊個來講聽？好嘅，愛上法是主要係主食材嘅部分啊，了後就鋪啊鋪到凍好，嘟好切切啊，又一點醬下去嘅時節啊，佢啱你食嘅時佢很食到切切，啊跳下了後吐司嘅應該係建議咩？就講嘅。像和玉米濃湯搭配的這樣子的吐司，你係講一鋪到樣切切嘅，下去小哥咬一下的時候，小哥做到醬嘅，即係啱你食嘅時，還未是到切切，還有分到醬了呢。啊，因為用煎嘅部分，佢又做到醬嘅時，是會好容易軟起去啦。唔過，我發現到兩組有一個重點。特別係標米漿的時節，大家米漿呢鹹淡冇共用，一定要先吃這一下，因為冇辦法真的很容易失手啊。好，唔過呢豆腐卡地圖家家戶戶都有用米漿來做變化料理，啊唔過要用下嘅豬小肚要來做個變化冇呢？好，交俾你嘅起師傅咯。好，各位觀眾朋友，你自己有料理過呀嘅？豬小肚，沒就係所謂的豬膀胱嗎？看到嘅時間，真嚴點樣嚟做呢？我先問問卡爾，你們阿婆你有做過呀料理嗎？有啊，有啊。有，他一般可以做什麼料理？有拿來燉落來，食個膀胱唔雜嘅啦。哦，好經典啊！我好怕你說把它當零錢包呢。是膀胱不膀胱係嗎？零錢包。不鹹菜糖咩好吃啊？那方哥有做過吧？應該提100，提100都起。還是我們請妹妹阿婆來做就好了。哦，土食天數眼，先嚟小解一下食菜。你係豬小肚嘛，啊你係生香菇嘛，青花菜、洋蔥，攏都強用啦。我先來治療為示範下，從了以後，佢嘅豬小肚佢個前面有剪貼，為什麼？剪貼不給打開來。哦。打開了以後，變做來射從應該對啲時間豬肚強咯，你要射好強，因為你要通過嚟嘛吼，是變做來啊蓋啲咱做個，像我當做個變做來。大家除了走在去腥之外，它也可以那個殺菌啊。那最主要還是要去它的黏膜，對不對？哎，佢本來是從個豬肚強。像豬腸也是一樣。所以變做來吼。啊，加一點米酒，嘿，酸黏的哈，黏的撈米酒，用到米酒撈醋咪做得，蒜絲咪做得，哦，多一點啊，哈，我哋係示範用嘅啦，哈。要不要問問看妹妹阿婆你有做蔥嗎？哎，做蔥嗎？做得啦，哦，啊，那黏的哈，係啊，黏的哈，炒好，哎，做炒好，哦啊，我示範你燙一下，哈，給你燙一下。有咩燙過咧？我哋要教觀眾朋友用幫你處理啦，哦，所以你要幫佢燙，哦。一賣落去時間係太嘅係嗎？很大嗎？太個排毒，排毒當太，是小毒。排毒係胃是嗎？對。豬的胃。你可能係。豬的胃。你可能係沖到變落去唔怕，幫佢去腥味，啊，你要是幫佢燙唔怕，讓佢可能好蔥花。蔥咖哈，我覺得其實兩組
蜜浆好像都有点加的多哎，偏多。美酒就用炒米浆，它会加通啊？唔会，袂袂噶。从来都伫个自家味噌汤恐龙意思啊。哦，哇，味淋，拜托，葱头啦，还有葱头，用米浆汤的，我们冰冻都有葱头，不给就该甜味。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用面筋取代呀？我觉得又都有穷。你系讲做菜的，只做个就系啊。面筋取代就不是这道菜啦。我想说就不用取心。毛皮又买个素的猪肚啦，又这个猪肚用买走诶，系豆类，都是红红的青花菜饼ram哦，本去穿烫，然后青花菜是做的下去的，穿烫一下，差不多放起来。那你有看以后的呀？看，硬硬。有啊，硬硬咧，软溶溶的哟。唔会像安攞嚟時間用用，唔好切啦。像嗰啲啲十粒嘅東西先會同個人切好切。哦，呢個怪怪嘅感覺呢？你也介紹怪怪啦。別再摸，誰要吃啊？阿婆煮嘅雞就挺好食。有一天就在跟那個原住民朋友們討論，說厲害趕緊啦，就會加個全米酒。他說我們都是加高粱的呢。全高粱，好想喝看看。先炒了洋葱，先不要用哦。好，那一层一层炒哈，洋葱，好，蒜头。所以師傅不要用嘅順時吼，冇買強用嘅。醬膏以下也給等下我老給切到細細塊，也用剪的呀。用切的用剪也是做的。啊，你有那個切做的嗎？我嗎？不用，謝謝。你要害他一年吃素。我跟你說，我們這一組的戰將很會，光軒哥，你會切嘛？哈。來，那攻守交換。攻守交。香菇頭有啊，我做的外邊按樣切的。一片。恐下海炒辣椒。好，辣椒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看性了，我要看膀胱。哎，膀胱。都太有你切嘞。先读一半哈。哎呦，切小片一点才切条，小片一点。哎，今夜起来哦，要阴阴呢，有点怪怪的感觉呢。怎么样？怪怪，有办怪怪。很少会直接摸到里面的东西呢。你也介绍怪怪了。别再摸，谁要吃啊？因为刚好师傅就点过，长打开啊，一本是摸孔哦。摸哦。看一下我们这边好不好？我们的形状可以吗？这个像甜不辣可以吗？那手涂墨酱太对了，这样可以加分吧？哎呦呦，哦，我切下就对哈。哎，你不能在旁边当对照组哎，差太多了。哦，怎么的呀？你可以跟我们切一样的吗？你不看又煮的啊？你干不开啊？我直播看摸煮啊，冻烧煮啊。他只有开直播的时候才会煮。呀，个其实切落去冻冲甜不辣。没冻像个猪肚啦，其实到个猪肚差不多用的意思。耶，好厉害！用下去嘞。好，可以先回到位置上。哦，这样子光轩哥切过之后，哦，加分了，加分会更好吃。玉佳应该就敢吃了。可能啊，聊下辣椒用下去。哦，一半。哦，本期用微煮的方式炒熟的。哦，按强调直播开的时间有按看了。两米酱要按先变落了未？哦，线挑好，本期线挑好，其实唔是按咸的。咱个在直播卡自家味噌汤可容易是啊，米酒一点。大家还记得吗？水到米酱系1:1。米酒系看一架系吗？看一架。哦，辣汤。这样一点就够了。按是两冻咸的。哦。跟米酱冻咸嘛。哦，甜甜的饼，慢慢的饼。哎，不是炒过哦，是。好嘞啦。好嘞哈，好。按做的哈。哎，摸棒饭。摸棒饭哈。哎，美妹姐看你煮菜会皱眉头呢。我唔係耶，我老負責混。小時候煮到大，可以。大又嫁老公，又煮到老。哦，แล้วจุ้ย是冲法。又凍胃的呀。冇啦，喊創一台階。哎，用母乳出來啊。有啊。这不是噶副教服呢？做得干没做得不是干哈，因为两枚头又要你看，全部吃进去，该地不燥嘞，哦燥嘞，按是长豆嘞。哎，枪发出来，我搅落去哦。枪发做没做得做摆盘的动作是好嘞。
哦，改下呛发水同时间就加染吼，既然就梅头，做得好。对，那酱哦。哦，我姜伊忙啊呀。唔会啦。哇，按碰牌咧，然后用一波吼。好漂亮哦！哇，师傅这个我 Q 用的吼，煮出要给摆盘的迄当葱油的，用辣椒全部点一下。哎，做得吗？做得。做得哈。拍拍手。好。猪小肚炒味噌。哎呀，就好食咯。好，两出料理呢都起师傅嘅数下哦，可以来变到一简单，无按上的按困难呢。开始下来叫下试试看呐。冇刮过嘅梅头咧哦。有啲像口香糖诶。看阿婆有见讲，莫个加，莫个加米浆，按用其实係嘟嘟好诶。你讲听到的话就会老家用按用开塔，那 Q 感动好 QQ 的按呢，是香香的呀。香香的。很喜欢呢。就是要的。这个很圆圆哈，但是哈有的会切切。像刚刚我们两组其实应该都偏咸，某冰豆桶，那个味道的层次感没有那么强烈。师傅要他按用的调味吼，真紧动甘味，很特别。这个有按用做过没有？那拜甘这个做吗？做得吃宽啦。阿婆经验台师傅阿凤哥做东用办，冻好食，包含连牛角唔敢食猪舌肚嘅人哦，哇，都吃到只剩2块。味道很好，但是我本来就不敢吃那个猪，他不敢吃猪肚啊。哦，阿婆是那都会选，给我吃，这样会间接接吻。不会，有没有碰到？丰益嘅西K 哈。我们不要在镜头上吃，等一下长了选。好，那玉佳你觉得嘞？那个味噌的味道嘞？很刚好，就是不然像我们刚刚的就很咸。米酒跟糖这个步骤是觉得很重要的。对啊，系啊。其实最主要是一个酱料的部分啦，要挑过。要好均匀，莫像自家个米，系然后米酱只一冰下嘢，其实一下是不粘到嗰啲嘅，个是出蛋糕，用粘到个猪油泡，粘到吐司蛋糕是好莫很容易掉润啦。好了，故事呢，大家刚看到嘅啊，猪小肚，没觉得煮嘅澎糕，而做料理嘅时间，其实呢，你做的了解做清好嘅变化哦，攞啲米酱就係嘅冻好嘅米头嘅选择，唔过头前一毕业，马上就要来进行。最不迷馆的挑战，做下国家料，强用日出料理，大家都会注目强用嘅料理方式，两处外地寒天嘅时间度，发挥自家嘅好手艺，完成主天嘅菜色。到底两处会调出乜嘅澎湃料理呢？一家之主等于强下国家料咯。到底馆地度又有乜嘅新嘅挑战呢？听到大家讲啊，主天食材吼，其实算系冻好嘅食谱。因为哈，等一下嘅食材它地表度有膳食纤维，有铁质，含有 Omega3，对你的降血脂啊，维持苗条身材，非常的有弹性又丰富。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没吃过，你好。对你一定冇吃过。哎呀，所以今日要主题嘅食材哦，就是怪儿丝。怪喜哦，其实呢，怪喜嚟講嘅話都冇啲。做得講大家大夫啊，吼，就老中切點插咁用，我卡面前都為了做，偏偏呢，吼，唔過成日每係逢吹要用怪喜嘅變法催眠人的嘛。怪喜炒雞肉，怪喜炒雞肉，大家出料理有冇個特別嘅體驗冇咧？因為吼頭擺洗嘅時候吼，阿婆頭嘅出演裝出嘅時候吼，家師祖有種怪喜啦，大擺主要作動到怪喜轉來，斟酒咩好啊，含迄講炒雞肉啊、炒豬肉啊，吼做親子動向吼，啊，佢就講也下安尼有嘅時候頭嘅煮出嘅時候吼，去試從吼看到雞肉吼。買起來，吼，煮個上道頭擺阿婆頭嘅煮嘅怪喜炒雞肉，要頭擺阿婆嘅米頭就錯。係啊係啊。風吹最不迷關嘅哈，不要放水，也不要手軟啦哈。有信心嗎？有，加油！加油！改片係雞肉啊哈，我兩片吼凍鐵片咯，係用鵝肉來做，兩套菜按到。怪喜炒鵝肉，怪喜炒鵝肉。平常時看到係鴨肉啊，鴨肉未做得，雞肉未做得啦。係啊，唔係，
阿婆啊、阿妹啊、送下来啊，嘿，小朋友向我的，用当多墨的美食。其实应该是去这阿婆的福卡美酒诶，但是我看到我犟呢，因为它会咬我屁股，越跑它会越爱咬，公都最会咬嘞。等一下最尾一关该比赛，有信心吗？有。好，加油加油！两队都已经准备好势，现场马上倒数3、2、1，抢开始！哦，阿婆做的开始走喽！哇，好期待哦！因为用怪喜儿做编发，其实我真的非常爱吃怪喜。哎呀，对，他做的紧摸啊嘛。对，可是你有尝过，因为怪喜给都会赏齿。不说呢，你其实没按好中呢，真的，它没有这么好中，比一切连差来讲的吧。来看一下议员他的厨艺。好，光轩哥这一关就真的要不能后被我掀一下喽。我看你们鸡肉的颜色很漂亮哎。切小丁哈，切细细的哈，然后用这个米酒啊，还有负责加点的盐哈，我们先简单做一个抓腌这样子。哦。你刚才说这个小煎鸡啊，它的基本的配料黑马盖。姜嘛哈，还有蒜头，我们都是切成小丁，然后待会是有的会斑剪渣按用。哦。光轩哥，你怎么该不对四川菜按有兴趣啊？因为爱好食辣。好吃辣！哇，那刚才只吃到咸呢。水煮鱼嘅就好，水煮牛、水煮鱼爱懂好煮。我也是，我超爱吃辣。对啊，为了迎合我们口味，然后带了4根超大辣椒。唔会辣的，呀辣这会唔会辣？毕竟美华妈妈就是一根辣椒哎。对，你看她多漂亮。先多按呢，等下我都做来哈。好。阿婆，好食翻忙肚鸡咯。哇，我要好嘞呢。跟做啲出真半激用嘅，係啊，係咁講，啲大槍食就好啊，因為佢有本個鹽水嘅。我一直以為全台灣最厲害嘅鵝肉係到信豐呢，結果苗栗的也很厲害哈。你知道我們可以買得到新屋的鵝肉？哦，是這樣。對，台灣很方便。這條啊，太火還強。這個是誰切的風火輪啊？我啊。哦喲！你老實講，聽未就做個盤作。真嘅啊！要買凍先條誒。哎，唔敢講，我學唔會超啦，學羅啊！阿婆，咁最強嘅一出料理係乜嘅？阿婆煮嘅雞就清好食。我直接給你滿分。男朋友周 Q 在紅音嗎？面包師傅，好棒啊！愛情跟面包都有啦。對。嫁給他之後就不用再去幫他跑行程了。哎呀，都不靠中下做怪事。那不能拿中少啊！中下做怪事還叫。哦，吃過光軒哥的水煮魚。對。在辦公室煮水煮魚。對。很瘋呢，很難受呢，很難受。蓋酒其實總在蛋牆按到蓋酒婷婷，我覺得應該叫做哈嘎阿婆嘅蓋酒，因為客家阿婆都會做。真的，我有一天就在跟那個原住民朋友們討論，講厲害趕你啦，都會加個全米酒。他說我們都是加高粱的呢。全高粱，好想喝看看。讓他玉家有男朋友嗎？他們家還沒嫁。有男朋友。啦。周 Q 在紅音嗎？面包師傅，好棒啊！我跟姐姐說，是不是頭份那一家很好吃的麵包店？他在台中。OK。你要是嫁給他之後，就不用再去幫他跑行程了。因為我哋家口內係做平期啦。對啊，很棒哎，愛情跟麵包都有啦。對。不要放鵝肉，不要放鹽哦。我幫你包香，你來炒鵝肉。哦，這個是鹹的了哈。不用再放鹽巴了啦。好，哎，你先給我放一些醬油，放一些水。好，現在嗎？天哪，是有沒有帶飯吶？這個要放飯吧？要放飯放酒都先煮。那你這樣切的嗎？對啊。哎，這個其實說真的要切這樣不容易，對，而且它是生的。是剛才有加醬都有嗎？唔會，嘟好。其實韓國不用韓那都有，但是就我們把它稍微改良一下。是因為四川菜都是重淡菜，重辣，對，但我們就盡量就是符合大家可以接受的。人家辣椒冇全標嗬，最外面冇高標。等下當然不用。但是要趁我們不注意走開的時候趕快放，加多一點。不是，他是忍不住，他直接吃。等下。你係咪介醬？
呀，嘿，豆瓣酱，辣豆瓣酱，哎，辣豆瓣酱，那四川料理的其中一个灵魂的调味料。千万别再太咸了。不会不会，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不刚才真的蛮咸的。啊，美华姐，我不好意思问，哎，俩罐哈，你负责嘛改嘞？你刚有切啦。哦，葱呢？嘿，你姐，嘿，让俺还有生出一个这么优秀的儿子。他留给我们的时间懂 sell， 你呀，真的光轩哥，大部分时间都服务选民。我跟你说，其实哈，今天应该是妈妈来包苗的吧？他是来客诉的。这个是终于找到这个出口了。对。好，先帮你炒一下，来搞一款那差不多哎，好。哦，哇，玉家的要好喽。哦，那个好香哦，那个脯最好吃了。阿婆，那你小改一下，刚才地本图就干嘛改？我们错过什么精彩画面？酱油、辣椒，水儿调一点落去，就唔会强咸加牛油咸的。阿婆，等下我有一个可能不？你要把它排成一变成五味型的吗？哦，冇办法，好像博物馆我确定一下。这都以为现在有办法。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家就宣布得第一名了。等一下会气血的哈，你走在线经验，你先买来铺位吗？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都可以啦，没在怕的，都可以。哇，好，剁碎的是这个芹菜夹。哦，好，好，先来倒数喽。哎，现场马上倒数，10、9、8、7、6、5、4、3、2、1，时间到，马上就来试试看那最杯面馆用怪时边吹料理，来做较赞的哦。好呀，最杯面馆呢，睇起来係用怪時來編發做料理。其實我啱啱看的時就勁吞還有藍水耶。現在試試看那風吹呀，嘅係怪時小煎雞，要放蛋怪時一堆老雞肉控下身安尼嗎？這樣子哈，標準吃法。但這樣看呢是看得出來有辣度哦。改良版的。不會很辣，是香。很好吃。食起來唔會凍辣哦。如何？這個可以講改個辣油啊，拿來舀翻，一定很棒。舀翻表面做運動。對，或者是你來拌麵這樣子。因為給老給牛有沒有切做丁了？非常方便吃的。這個其實算是功夫菜哦，沒簡簡單單的。對，老闆本來就很會煮。對啊，我們服務處助理在常常都有吃到他煮的東西。真的？你們煮不一樣的？董主會煮，以為是他喊的喂。也太好了吧！所以你之前就有吃過光軒哥的類似四川啊比較辣的料理。那叫什麼？水煮魚。對。在辦公室煮水煮魚。對。那你們辦公室還有沒有缺助理啊？哎，你趕快去當全職的。很瘋呢，很難受呢，很難受。好，攞食款冷脆嘅片嘅，我有嘅怪嘅屎。有嘅牛肉當軟呢，嗰怪嘅米湯加要醃過哦，嗰時候醃到有嘅牛肉底度，牛肉真係當好食。因為冇其他嘅挑梅哦，所以昨天學到嘅怪嘅是看到跟牛肉嘅它的這個食材的本味哦，非常的好食哦，重清甜。好啊，嗰個加條嘅怪事吼，真緊。吃到你講話都閉眼睛。一干咪啊？對啊。牛肉又動太多，很陶醉。吃起來那個口感很扎實。呀，就係阿婆從細本我們吃的味道啊，當好食阿婆嘅米湯。牛肉哦，真緊係凍便宜嘅食材咧。係啊。然後而且還這麼嫩的，這麼好吃的，已經凍貴。1/4都還400多塊，真的是自己買的，講出來，真好食。哎呀，都不卡用下多怪事，那頓那中邪哇，用下多怪事還叫。好，阿婆，你等下好，我讓你走一下同舟，一起深呼吸。哦，吐氣。好，來看一下師傅，等下你要慢慢平分咯。緊張了，因為頭前係一畢業，馬上齊師傅陷入了這沉思哦。好，搶分數。阿婆，風吹一分，然後看一下阿炳哥搶分數。齊師傅，你不敢轉過去了，對不對？我也不敢，我不敢。講兩片好咧。好，其實兩片這道菜。
记会该色香味全部都有出来啦。韩国记该全部的调味综合起来，虽然很辣，可是记该紫苏的味道又是出来冻好，做了冻好。好，按爱摸本阿婆聊片吼，是正常讲哦，记该紫苏叶又啊，是听人讲的冰强少。摸梅头，好摸梅头，因为俺根本的主角是紫苏叶，是正常的安用片。其实阿婆做了冻好啦，真紧。啊，bingo，以前我大家看两片好摸用的地方系正常到两片系用生的肉海炒，两片系用熟的肉海炒。但是两片哦，梅头穿有国家的自家的梅，但是生的肉哦，叫做个梅头的部分是好容易啊。好熟的部分，因这边的调味佢好冇按容易分去做落去地袂都是吃到本来的个食菜的梅头，但是我用本来是冻好食的啊，但是第一片呢，因为用了系怪事下药，其实是为了个用菜的梅头哦，增加一个风味啊。唔过呢，讲正经的啦，你设计都设的话，冇咩讲老实话，两组都当好食，所以讲。齐师傅刚刚讲的没错，迄讲主角迄怪是咩？甜较多就会落去的话，会较有味头啦。啊，不过你们心里面都知道吧？永远冠军都是谁？阿婆，阿婆煮的都会挺好食嘞。好，马上就要颁奖喽！耶！今日做到食到，你看阿婆的料理又做到食到，哦，也调家的料理，还有调家妈妈的料理。不過今日成績出來嘅，風吹得到3分，藍吹得到1分，現在恭喜風吹得到3000元呢，夾彩金，恭喜！謝謝，恭喜！藍吹的一片咪凍好哈，除了獎品之外哦，是否出台的機會，讓阿婆嘅這個之間的記憶回憶，呢度得到係半藏血腸刀具組，謝謝，問大家看一下，哇，來打開來，給你哦，哇，1、2、3。哦，这样哦，就这样吗？啊，按酱哦，贵都送不你哦，按好哦，哎呦，谢谢。冇個看的人嘅一片上一般呢。那好。即係唐坤啊，光轩哥今日老媽媽叫我來比賽，心情用白老太家講一下。平常時候做安尼頭個做議員的時候吼啊。先愛全民服務啦，吼，較無機比吼啦，媽媽還有太子家吼，坐下來聊吼，還係講煮飯啊，還係講鄉下食飯啊，等緊第一擺吼，親好的經驗啦，吼，我很感謝大家。當感謝有個節目哈，本來用機比，然後來鄉下煮食，所以很謝謝這個節目。好，撒下來吼。然後來問下阿婆，其實我看到幾個細節就想到，應該大家都會按用嘅想法，就想到這個阿婆。今天讓那個瑜伽強下來比賽吼，有乜嘅感想，就得讓大家分享咧。哦，想到大家按來參加當選舉啦。啊，你爸有過來嗎？哦，會啊，係啊，當然。各表一份。人都有按樣嘅節目當好啊。今日請你動難燈，跟阿婆抱一下好不好？阿婆要按讚條筍要個獎哦，難會，真然同歡喜，不過係媽媽出來嘅搶下來。神夢大家嘅誇獎。啊，神夢你要煮嘅竹筍湯，按唔食。還有竹筍湯好食。他答應大家下次還有蓋酒嘞。好啦，總共你看媽媽出定來來，筍出定阿婆搶下來啊比賽，難得最主要係乜嘅呢？有按用嘅肥嘢。兩擺啊，吼，可以啊，節目嗰個播嘅要播，嗰個呢要做搶下來啊，特別嘅煮料理聯絡情感，然後有咩嘅親好互相聯絡嘅一種方式，可以讓大家搶下來哦。所以你下日日後請阿阿婆啊、爸爸媽媽日日打電話報名參加比賽哦。可以讓大家來啊，特別嘅分享不開後面是搶下來啊，打到死咯，下禮拜再見，拜拜。